所以老给切到幼幼，葱的咪係咁樣切到幼幼。好，韓國呀鳳凰椒就老給切條一條一條那樣就好誒，都得。都得。你吃眼嘅方式就好誒，先切出咧，等下再個大棒就做得切幼幼，來切呀太熟乾咧，切一片一片咧。好，其實我呀下煲嘅差唔多已經熟誒，我做得先撈嘅酸嘅先不用落來。特別看到安尼吃只用天幕炒嘅呢。嘿，其實天幕嘅當好用，唔過我特別注意啊，底部嘅內幕啊，我用呀這個304不鏽鋼的，用落去。好，按用炒啊，用米湯以後，你就做得撈呀海鮮，不用落去，來來不用呀，好下鍋，煲係安尼熟骨。熟骨落去，倒落去。好，曬好了，你再得來開始調味了。不過會係用呀紅椒粉，因為等下還會加番，故所我會加下豆的味。不過呀，這是薑黃粉。我之後做得再個加一些些的米酒。好，曬好了，係呢這個紅黃椒落去放落去炒啊。故所我會拿出來嘅內部嘅，等下 Angel 我留所有嘅東西放到內部，一比米落去洗好以後啊，就再落去倒落來。你做得用一般嘅水，咪做得用內部嘅乾條高湯，差唔多一比。落去倒落去。好，看一下這個刻度。倒落來，你因為留貴嘅米湯本去攪勻，故所到底度可以小可以留去攪一下。按用等下留天煲嘅細槍，留入再個放到天煲嘅底度，正好按用就做得熟了。天煲嘅上如果上面咯。係呀，有看到冇？起家做就係呀，海產啊，做得不用動到，因為我當好食呀。用鐳動到嘅料理，有呀海鮮嘅米湯啊，有都要翻底度，有嗰種鮮甜嘅米湯有出來，真正有海鮮哦，有海鮮嘅米湯。好新啊！你看，好真哦，有西班牙嘅米湯冇？有哦，雖然係荷蘭嘅米，唔過有西班牙嘅米絲。真嘅哦，哇，當過去，好食。